大家 Hello， 好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issCan 學成語。喺學習之前咧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追蹤。OK。基哥哥啊，轉眼2025年嘅年尾即將到嚟，意味住2025年好快成為我哋人生中嘅歷史一頁。係啊，年又過年。今日咧有兩個咧都好貼切有關時光嘅成語咧，同大家去分享嘅。第一個成語，光陰似箭。首先用食指喺手腕上點一下，代表時間，然後握拳伸出食指，放喺另一隻手嘅手掌心，慢慢打開其他手指，代表年又一年。之後食指同中指並排輕輕接觸面額，代表相似。最後拇指同食指最後一個 T 字向左畫一下，代表好快。呢一個就係光陰似箭嘅手語啦，我哋再做一次。意思咧就係形容時間咧消逝得非常快速嘅一個成語，就好似咧箭一樣咁快啦。譬如好似光陰似箭，轉眼間就成為手語導師，已經差唔多4年啦。喺呢個時間呢，我同聽障嘅學生呢都一齊學習同埋成長。第二個成語，辭舊迎新。首先身體微微向右傾，拇指同食指做一個英文 L 字嘅手勢，再向下拉一下，代表舊。然後做一個拜拜嘅手勢，代表向舊嘅事情講再見。跟住身體微微向左傾，拇指同中指疊住輕輕接觸滿面額，一下再拉出嚟，代表新嘅。然後手掌一前一後向下拉，代表歡迎。呢一個就係辭舊迎新嘅手語，我哋再做一次。辭舊迎新嘅意思咧，就係告別舊嘅一年，迎接新嘅一年2026年嘅到來。佢咧亦都可以比喻擺脫舊嘅事物，迎接新嘅事物。譬如每年歲末，我同家人咧都會一齊聚餐。辭舊迎新，細說過去一年趣事以及期盼新年嘅到來。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影片，記得分享。下星期五 KissCan 再見，拜拜。